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上卷第21章，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，激动大卫调查以色列人的人口。大卫对约押甲军队的领袖讲：恁对别是巴到但，点算以色列人的人口，互我知全国人民的数目。约押讲：愿上主互伊的子民比现在增加100倍。我的主，我的王，因减毋是我的主的人民。我的主是安怎爱要做即个代志？是安怎要互以色列陷落罪？王坚持伊的命令，约押就惊透以色列全国调查，后来倒来耶路撒冷。约押将点算的人数报告大卫，以色列人掠倒的战士有110万，犹太人有47万。毋过，约押无点算利未支族甲便雅悯支族的人数，因为伊掩护王即个命令。大卫做的即项代志，上帝看做歹，就刑罚以色列。大卫对上帝讲：我做即个代志犯真大的罪，求你除去你奴仆的罪，因为我安尼做真戆。上主吩咐大卫的先见迦得讲：你去甲大卫讲，上主安尼讲：我用3项灾祸，互你经1项，我就照安尼做。迦得来甲大卫讲：上主安尼讲，你家己拣。3年的期间，也是太师对敌，互对敌对杀3个月，也是3日久，互上主用伊的剑，就是瘟疫降临伫以色列全国，施行毁灭。当你着想，互我通恢复找我来迄位。大卫甲迦得讲：我真为难，我宁可互上主家己甲我刑罚，因为伊有丰盛的怜悯，我毋愿陷落伫人的手。上主就降瘟疫伫以色列，以色列死7万人。上主找一个天使去耶路撒冷，要甲伊毁灭。当天使要毁灭的时，上主看见就改变心意，无要继续讲即个灾祸，就甲在执行毁灭的天使讲：停手，到遐啦。迄时，上主的使者徛伫亚布斯人阿罗那的五穀场。大卫举头看见上主的使者徛伫半空中，手举飞出的剑，指向耶路撒冷。大卫甲长老拢穿麻衫，面趴伫涂骹。大卫对上帝讲：下令调查户口的，竟毋是我；犯罪做即个歹代志的是我。遮个无辜的人民，拢无做啥物毋对。求上主，我的上帝的手刑罚我甲我的家族，毋通讲瘟疫攻击你的子民。上帝的使者吩咐迦得，叫大卫上去亚布斯人阿罗那的五穀场，伫遐为上主起一座祭坛。大卫就照迦得奉上主的名所讲的话上去。迄时阿罗那在拍马，回头看见天使，甲伊做伙伫遐的4个囝走去灭。大卫去到阿罗那遐，阿罗那看到大卫，就对五穀场出来迎接，趴伫涂骹拜大卫。大卫对阿罗那讲：请你将即个五穀场卖我，互我通伫遮为上主起一座祭坛，互全国的瘟疫停止，
我会用专业的价钱甲你买。阿罗那对大比讲：我的主，我的王，请你摕去用照你看做好诶去做。我用牛，互你做烧化祭，用拍五谷的器具做柴烧，麦仔做素祭，这下我拢送互王。大利王对阿罗那讲：毋通，我一定要用专业的价钱甲你买。我袂用得摕你的物献互上主，用白白得到的物献做烧化祭。大比就用6800公克的黄金，甲阿罗那买迄块地。大比伫遐为上主起一座祭坛，献烧化祭甲平安祭，搁求叫上主。上主听伊的祈祷，对天降下烧祭坛的祭物。上主命令迄个使者，伊就将剑收起来。大比看到上主有伫亚布斯人阿罗那的五谷场听伊的祈祷，就伫遐献祭。摩西伫旷野所造上主的会幕甲烧化祭的祭坛，迄个时阵拢伫基遍的山头坛。毋过大比毋敢去基遍求问上帝，因为惊上主使者会剑。